各位乡亲，大家好，我是廖弟，今仔日要来甲大家讲笑话。如果若准备好，咱就开始。廖同学啊，你发现是写了未？搁剩一点点啊啦。吼，你唔通规工揪伫厝去外口耍啊！连假后的老师，吼，恁连续歇过来咧接送哦，来赶课。有没有要买东西？有没有买东西？没有哦，走喽。影片到这结束啊！恁若介这影片，请分享出去，顺刷订来看。就 Camber 每把暗时点准时发布影片，刷。台湾的四大温馨歌手：第一，赤素翕相；第二，台湾的石虎；第三，台湾的凉气蛙人；第四，姜母鸭内面的姜。细汉的时阵受伤。